Hello，歡迎大家嚟到 Donato 1月份金牛座嘅感情占卜。如果你需要一個針對翻你個人同埋詳盡啲嘅占卜，可以透過左上角嘅聯絡方法同我預約做個占卜嘅。咁我而家就開始講下金牛座1月份嘅感情運勢會係點樣啦。咁我見到有啲金牛座可能曾經係受過傷，以前喺感情上都唔係話特別順利嘅，咁所以咧你對感情係會小心啲，甚至係有啲防備。咁但係去到今個月，我會覺得你識到新對象嘅機會都幾大㗎。咁可能喺12月尾1月頭，你已經會識到一個新對象，你感覺係好有戀愛嘅感覺，係好啱嘅，相處氣氛都好好，亦都會令你對感情係重新有返期待。咁但係去到1月中開始，你嘅心又會慢慢出現一啲不安，會冇乜安全感，你會提醒自己要理性啲，刻意放翻慢你哋發展嘅節奏，唔想太快就投入翻入去啊。咁而喺呢個時候，可能係1月中1月尾，你其實係會進入咗一個觀察期，你係會想睇清楚對方嘅行動係咪同佢講嘅説話一樣，而唔係淨係得一開始嘅嗰啲熱情啊。咁所以我會覺得今個月金牛座對呢一個新對象呢，就唔係冇感覺嘅，但係你可能就會想睇清楚，睇下值唔值得去到投入落去呢段關係入面啊。咁金牛座嘅占卜就去到呢度啦，我哋下個月再見啦，拜拜。